看一个较温暖的新闻，11月25，也就是今仔日是西洋的感恩节。这婚林县议员呢叫黄凯伊办这个感恩餐会，并且邀请这个婚林教育中心隔代教养家庭的阿公阿嬷做伙来享受火鸡大餐。伫现场更有准备各单位所送的这食品，准备要分送给有需要家庭。嘛，期待讲，伫社会善心的关怀关心之下，会使或者平常时真辛苦的照顾孙仔的阿公阿嬷，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工作人员甲拄只烘好的火鸡放到桌仔顶，婚林县议员黄凯甲火鸡切来，互现场的阿公阿嬷食，大家拢食甲真欢喜。食起来口感如何？很嫩，很嫩哦。赞。以前有吃过无？小时候是有啦，那现在跟这种是不一样的啦。以前都是用水煮的，现在用烤的更好吃。明仔就是西洋感恩节，婚林县议员黄凯举办感恩餐会，邀请婚林家福中心隔代教养家庭的阿公阿嬷做伙来食火鸡餐。大家都能够存着一份的感恩的心，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婚林家福中心服务的家庭内底有15%是隔代教养家庭，这阿公阿嬷因为年岁较大，照顾囡仔和一般的父母比起来嘛较吃力。透过这摆餐会来体贴因的辛苦。公阿嬷负责在教养这些孩子，阿公阿嬷那个事实上比一般的父母亲会累一点，因为体力就大了。以台伫社会善心的关心，会使互平常时辛苦照顾囡仔阿公阿嬷感受到满满的温暖。